后来这2天，民众是咧抢注着预防射，有一位政治工作者周显，伫面册铺文，伊来点名3个国民党的立委杜宽杰、苏清泉、柯定君，讲因伫咧审查着总预算的时阵，提案甲卫福部疾管署2亿7千万的疫苗采购费冻结，经过一番的攻防了后，最后是冻结1000万。 伊讲，台湾人差一点都注袂到预防射，结果去予苏清泉反批评，讲去年敢若买大约5亿的疫苗，讲要求这个疾管署爱检讨预算的执行率伤低，这是做立委的责任。 政治工作者周显伫咧面册抛出11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提案表，点名3位国民党立委涂宽杰、苏清泉和柯定君，伫咧卫权委员会提案冻结卫福部疾管署买疫苗预算20%，算算的大概是2亿7千万。后来经过现场攻防，变做冻结1000万，送出委员会，和周显伫咧骂台湾人会当注到疫苗的机会，险啊！ 今年中央政府编列将近95亿的防御预算，立法院1毛钱都没有删，要多少给多少，无知跟仇恨不仅是无药可医，更会让人失去理智跟人性。卫福部是所有预算被冻结提案数第2高的部会，大家应当给 蓝白的委员更多的督促跟压力，卫福部的媒宣费是被通案的整体冻结了高达60%，恳请蓝白的委员，医疗没有颜色，1毛钱都没有删，好，所以请这个谣言不要再这样乱传了，不要把大 S 这个不幸的事件联想到 这个疫苗，然后疫苗里面说这个蓝白去砍。第一个，民众党没有提这个案子；第二，国民党提了，后来也是冻结了1000万。可是这冻结完1000万，马上解冻就是全部都可以用的哈。扣点名的南非苏清泉伫咧面册铺文激动起，讲去年疫苗采购预算原本变大约50亿，不过去年敢若买超5亿疫苗，执行率敢若10%，立委冻结5派预算，要求疾管署检讨说明预算执行率伤低问题，这嘛是做工课该担的责任。不管怎么样，人民的健康第一，我们会想尽办法让我们的人民的健康能够得到最好的守护。但是过新的消息，过一摆后总预算案将做攻防的焦点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